阿苑，阿苑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阿苑，你妨碍着他了。无事，让他走。好啊，阿苑，世风日下，有奶便是娘，有钱便是爹呀。燕哥哥，好吃好吃，阿苑还知道孝敬我了啊！食不言，吃饭不要讲话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说话要几遍他才听，你说话才一遍他就听了，岂有此理！食不言，你也是。这么久你都没变呀？哎，你来夷陵干嘛呀？这个地方我很熟的，要不要我带你啊？蓝湛，你还真是一点谎都不会撒呢。你该不会是为了我来的吧？蓝湛，我本来还想请你去我家坐坐呢，但如果你又想说什么勤啊、什么静心啊什么的，那就免了吧。我自己可以控制我自己，不需要谁拯救我。魏婴，行了，蓝湛，我好不容易碰到个以前的熟人，还不带躲我的，这几个月都把我憋死了。不如你来跟我聊一聊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情。何为大事？多了什么新的家族啊，又扩建了什么仙府啊，哪几个家族又结盟了什么的，反正就是闲聊嘛。你说说。联姻。联姻？谁家和谁家？来临亲事，云梦江氏。你是说我是江姑娘和金子轩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什么时候礼成啊？半个月后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江城那个臭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不过也是啊，即便告诉我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明面上，江城已经昭告天下，我叛逃江氏。我这个人已经和云梦江氏无关了，告诉我又有什么用？只是便宜金子轩这死了。蓝湛，你觉得这门亲事怎么样？也是，我问你干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关心这种事情。我知道，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在说我师姐配不上金子轩，但是在我眼里，明明就是那只花孔雀配不上我师姐。蓝湛，你知道吗？我师姐她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和江城都说过，我会让我师姐的大礼在100年内，人人提起来都叹为观止，赞不绝口，没有人能比得上。我要看着我师姐风风光光的礼成。你硬什么？反正我又看不到。
魏婴，糟了，乱赞岗有变，蓝湛，我们先走了。蓝湛，你跟上来干什么？为何不御剑？我忘带了。魏公子，万岁叔，怎么回事？是伏魔洞，伏魔洞不知道怎么了。走之前我不是设了禁制吗？谁动了？没人动，是。阿宁，温宁，我一直在用阴虎符修复温宁，希望能助他找回心智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可却没想到，阿宁，我不是说过不要动他身上的符咒吗？没人动过，根本就没有人进入血池洞，是他自己突然发狂，把血池洞和伏魔洞的禁制都捣毁了，血池里面的怨气都跑出来了。温情，你先带他们走。温姑娘，快走！咒墙已收，没人拦得住他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下山。
阿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兰湛，先等会儿。温宁，公子，阿宁，阿宁，姐，成了，成了！阿宁醒了，醒了，快回去告诉大家，我是姐姐，醒了，阿宁醒了。是姐姐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我很想哭，但是我哭不出来。你只是做了一场噩梦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成功了。那是，至少我说过的话，就一定要做到啊。兰湛，来都来了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伏魔洞，没错，名字是我取的，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你心里肯定在想，不怎么样。其实我也听到一些传闻，说我一个修习鬼道术法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给自己的老巢取名叫伏魔洞？但是他们都错了，我取这个名字，根本就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，也和当年薛崇汉建立伏魔殿的初衷是不一样的。何解？简单，只因为我经常在这里睡觉，有一个魔头趴在地上睡觉的洞，可不就叫伏魔洞吗？来，我带你到处逛逛。阴气重重。对，阴气很重，但适合修炼。这里啊，是我的疗伤圣地，
跟你家的冷泉差不多。温宁曾经也在这里疗伤，不过阴虎符将温宁身上原本的怨气引出，这片池里的水闻起来越来越像血水了，所以才叫它血池。魏婴，怎么？你当真控制得住吗？控制什么？你说温宁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！你看，他不已经恢复神智了吗？万一他再发狂，该当如何？对付他发狂，我已经相当有经验了。他现在受控于阴虎符，我只需要控制阴虎符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若是你或阴虎符出了问题呢？不会的。如何保证？不会，也不能。从今以后，你打算一直如此吗？一直如此又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要小看我这块地。我这座山可比你们云深不知处还要大，吃的也比你们那儿好多了。魏婴，你知道我是何意？南战你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绝了！我都已经把他绕开了，你又把他拉回来。你的伤免了，我这点小伤，费什么灵力啊？我坐一会儿自己就好了。坐会儿自己就好了？你当我是死的吗？魏公子，蓝公子，你们怎么进来了？这么快就哭完了？看我一会儿怎么让你哭！笑话，凭你？你好毒啊！魏婴，我还有更毒的呢，想见识一下吗？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！我可不想尝试啊。魏公子，对不起。行了，你还真以为你那一拳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可以给他喝清水？茶叶呢？我刚才问过了，没有茶叶。太不像话了啊，温宁！下次客人来必须要准。也是啊，我们哪有什么客人？走吧，我送你下山。南震，你刚才不是问我，难道要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其实我也一直想问，如果我不能这样，还能怎样？难道要弃鬼道术法不修，交出阴虎符吗？这山上的人怎么办？让我放弃他们吗？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相信换了你，你也做不到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条好走的阳关道？有没有一条就算不用修鬼道术法，不用阴虎符，也可以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好的人的路？
南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可以陪我，也谢谢你告诉我师姐要成亲的消息。不过，是非在己，毁誉由人，得失不论。该怎么做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也相信，我自己一定能够控制得住。哥哥今天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魏公子，不好意思，阿渊他自己。阿渊，过来。哎呀，来。哎呀，阿渊，阿渊，这个哥哥呢，家里有饭吃，不留了。可是安远偷听到一个秘密，他们说今天有很多好吃的。阿渊，我走了。宪哥哥，有钱哥哥到底还会不会来呀？什么有钱哥哥？有钱哥哥就是有钱哥哥。你就那么喜欢他呀？还给拿我！拿呀拿呀！还给我，那是给我买的。不给不给，除非你说你喜欢宪哥哥。我喜欢宪哥哥。好，给你啊，给你。哎呦，宪哥哥，有钱哥哥到底还会不会再来呀？应该不会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。哦。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偏要一条独木桥呀，走到黑，走到黑，一条独木桥。黑，一点都不黑啊！别着急啊，都有啊。你们怎么还没睡啊？今天挂这么多灯，不怕费钱啊？为您老人家挂的。明日多做几个挂山道上，成天摸黑赶趟不好好走路，指不定哪一天啊摔一跤摔断骨头。还不快坐！啊，坐。怎么，你们还没吃啊？没呢，等着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你突然这样跟我说话，我有点受宠若惊啊。
其实呢，他们一直都想跟你一起吃顿饭，跟你说声谢谢。但是你不是上蹿下跳到处乱跑，就是关在伏魔洞里几天几夜不出来，还不让人打扰。他们怕耽误你做事，惹你心烦，还以为你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不想理他们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跟你多说话。阿宁醒了，大家都忙着庆祝，也没好好跟你说说话。不吃饭也行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，喝喝酒。来，坐。啊，喝酒？这山上有酒？有酒有酒。来，果子酒，山上摘的野果子酿出来的，尝尝。四叔也爱喝酒，他自己会酿，特地为你酿的，试了好多天了。是吗？那一定要尝尝。果然香。好酒，再来一碗。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呀？是阿宁。阿宁？黑炭哥哥，黑炭哥哥。来，各位，干了这碗酒。干了。来吃饭。来，四叔，干。好酒。再来，四叔。这就不行了。来，喝酒。不行了。这样就不行了。温情，没酒了。还有4瓶，存着慢慢喝，今天别喝了。那怎么行？正所谓，使我徒有身后名，不如及时一杯酒。满上，谢谢。下不为例啊。不过我觉得呀，你真该戒酒了，喝得太凶了。这又不是云深不知处，戒什么酒啊？
我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蓝星银河，韩光君可以退下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此处再往山里走去，可就是乱葬岗了。乱葬岗？那不就是僵尸叛徒那个自称夷陵老祖魏无羡住的地方吗？对呀。你不要命了？你还敢往里面走？那个魏无羡可是练出了一个最高阶的傀儡温宁啊！是啊，传说中这个温宁不但行动迅速、力大无穷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他居然心智完好、神志清醒，比当年温家搞出来的厉害不少呢。要不怎么能被称为鬼将军呢？哎，兄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还是不要去了吧。万一那温宁……哎，你们有所不知，那魏无羡自创了鬼道术法，包括什么风邪盘呐、明火符之类的，十分新奇。听说有好多人都拜入了他的门下，我也想去见识见识。哎，各位，看这里了，在下乃夷陵老祖座下首席大弟子，今日在此向各位展示新创的符咒。各位，这就是不会被阴风所吹熄的明火符，居家旅行必备符咒，只售1文银一个。哎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，大家！且慢！用明火符这样的雕虫小技，就想打着夷陵老祖的名号招摇撞骗，这位兄台，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！你是谁？哼，我是谁？我刚刚从乱葬岗下来，可没见过师傅收过你这个徒弟。哼，你说我是假的，我还说你是假的呢。大家请看，这才是我师傅最新发明的符篆法器，才不是明火符那样的小玩意儿。大家千万不要上当！你胡说！我胡说？
那你拿出证据来呀！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是骗子。谁是骗子？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骗！我才是夷陵老祖的大弟子！哎，我才是大弟子！哎，雕虫小技也敢冒充夷陵老祖？你们相信我！我才是大弟子！我才是大弟子！各位，看好，他是骗子！这才是我师父最新发明的。都什么乱七八糟！大家千万别相信这个骗子呀！走了。哇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不要担心，没事，只发生了一点小意外。哎，散了，散了，继续干活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不要看我，继续干活。你又在捣鼓些什么啊？风邪盘，很厉害的。喏，去买肉。哦，就这么点钱。把这点萝卜卖了啊！温娘，对不起，走。卖萝卜，卖萝卜，新鲜的萝卜，卖萝卜。哎，温宁，你卖萝卜的时候呢，能不能有一点激情？这样会显得我们的萝卜很不好吃啊！你这个样子怎么卖得出去啊？卖萝卜，卖萝卜，新鲜又好吃的萝卜。卖萝卜，新鲜又好吃的萝卜，新鲜好吃。卖萝卜，来，走过路过都看一看啊！夷陵老祖亲授法器，居家旅行必备符咒啊！我这个，哟，公子这是好眼力啊！这可是我刚刚制作的老祖罗盘，比市面上其他罗盘更加精准耐用啊！我拿萝卜跟你换。哎，没钱，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拯救苍生啊！
来，瞅一瞅，看一看啊！夷陵老祖亲制符咒法器，居家旅行必备符咒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哎，来看一看啊！哎，对不起啊。混蛋，臭卖萝卜的！让他在外面待着吧。师姐，你这是……这是什么？你以为要嫁给你啊？你闭嘴！阿羡，我快要成亲了，过来给你看看。我知道，我听说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要你管！不过，只有我一个人来，你看不到新郎了。我才不想看什么新郎。好看。姐，我说了吧，是真的好看。你们说了不算，你们说的不能当真。你又不信我，又不信他，是不是非要那个谁说好看，你才信啊？都别站着了，坐下说话吧。阿羡，来取个字。取什么字啊？我还没出生的外甥。好。兰陵金氏下一辈是如字辈，那就叫金如兰。金如兰，好啊。不好，金如兰，听起来像兰家的。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的后人，为什么要叫如兰？兰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吧？兰是花中君子。爸，喂，是我取又不是你取，抬什么劲儿？好了，你知道阿成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让你取字这个建议还是他给我的呢。行了，你们两个都别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汤。
好吃。师姐，姐，难道还有他呢？反正我在的多，见者有份嘛。不好意思，只有小碗，这个给你。还有我的份，谢谢江姑娘。这是我们云梦的口味，你怕是喝不惯吧？不会不会，我想带回去给阿苑。阿宪他在那里，过得还好吗？敬夷陵老祖。你给我闭嘴！上次的伤怎么样？已经好了。几天好的？7天就好了。哎，你了解我的，这点小伤根本不在话下。不过，你这家伙还真捅哦！是你先打碎我手臂的，你7天，我手臂掉了1个多月呢。不真一点能像吗？况且伤的是你的左手，不罚你写字。伤筋动骨100天，掉1个多月也不嫌多。你今后就这样了，有没有什么打算？就这样呗，反正他们也不敢下山，我下山，别人也不敢招惹我。只要我们以后少惹是非就好了。不主动，魏无羡，你信不信？就算你不招惹是非，是非也会招惹上你。救一个人往往束手无策，可要害一个人，又何止有千百种法子？一力降十会，管他千百种法子，谁来我弄死谁。你从来就不听我的任何一点意见，总有一日你会知道，我说的才是对的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哎，魏无羡，你想好了？这次你回去，我们这些人，你熟悉的这些人，可能要很久见不到了。可是我回去，也是要去见熟悉的人啊。阿信，这是后来我从家中爹的书房里找到的，应该是留给你的，你拿着吧。我们就不送了，被人看到就糟了。我们走。阿信。
问你啊，你还端着这碗汤干什么？带回去给阿月。随便你吧，端好别洒了啊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姐姐，明白吗？走。是这个。哎，哇，哎，是啊，等会儿吃点。是啊。哎，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吃饭啊！吃吧。你怎么不喝汤啊？啊？哦，喝汤喝汤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下山的时候，又碰见一个自称是夷陵老祖弟子的人，他画的那些符篆呀，丑死了，一看就是假的。魏无羡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最近吃萝卜吃腻了，没胃口。真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能老是发明创造那些符篆，我也要为大家发明一些新菜式，比如说种点藕什么的。种藕？你少异想天开了，就凭乱葬岗的土质，种土豆都很难生长呢，更别提说种莲藕了。我可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夷陵老祖，谁说我们乱葬岗不能种藕啊？我偏要种给你们两个看。哎，吃。哎，我真的种得出来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藕汤。藕？什么是藕啊？藕就是，你要尝尝看吗？好，来，好好喝，再来一口。好，来，小心一点，把藕嚼烂了再吞下去，啊。好好喝，再来一口。好，再来点。藕汤，哪里来的？姐，那个，问你啊，你有事情瞒着我？江宗主和江姑娘来了。
等你将来做了家主，我就做你的下属，就像你爹和我爹一样。这姑苏有双臂算什么？咱们云梦就有双杰呀！你可别拖我后腿啊！我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？愿我魏无羡能够一生锄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魏婴，这难道就是你我誓死守护的诺言？蓝湛，如果我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那我宁愿和你决一生死，要死也至少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。不远了。夷陵老祖魏无羡。阿羡，来取个字。兰陵金氏下一辈是如字辈，那就叫金如兰。金如兰。魏无羡，你真的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你不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能的夷陵老祖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能不能种出藕来。哎，把这个抬走。金公子，所有的殿堂院舍都已经装点完毕了。不错，确实装点得极为美观。有劳各位了。做完剩下的之后，你们先歇息半日，随后再去帮助打点回赠宾客的喜糖和喜饼吧。是，公子。什么一点苗头都没有啊！我好歹自小在云梦江氏长大，怎么会连个藕都种不出来呢？公子，怎么了？你看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阿月，怎么了？姐，魏公子好不容易种出来的小芽，被阿苑摘了。阿月还不懂事，你别怪他。没事，看来是天意吧。
怎么了？他没事啊，他就是想姐姐了。想姐姐了，就像阿苑想姐姐这样吗？就像阿苑想姐姐那样。想姐姐，那就去看她不就好了？阿苑说的对，想姐姐去看就好了。那阿苑去告诉仙哥哥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吧。慢点啊！仙哥哥，对不起，阿苑错了。你这个小家伙，什么时候进来的啊？温情姐姐说你想姐姐了，想姐姐去看她就好了。太远了，不去了。变成小鸟飞过去不就行啦？变成小鸟哪那么容易啊，阿苑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带你去飞，我带你去飞。好好好，你带我去飞。飞呀飞呀！好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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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公子，现下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妥当？公子，都安排好了，所有的下人都按照您的吩咐进行着呢。虽然已经安排妥当，但是也不能疏忽。子轩成亲是我们金家第一大事，一定要尽善尽美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他看起来还算尽心啊。我也没想到他会如此尽心。父亲，阿瑶办事得体，对金家也算尽心尽力。我想，你就不用再对他有二心了。他越是得体，我反而越是担心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子轩，未来金氏宗主的位置一定要落到你身上的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落在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家臣手上，知不知道？是，父亲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又在搞什么鬼？是啊，真没想到这乱葬岗的地也能种出莲藕来。对呀，这位公子就是不得了啊！这是什么都能办到啊！是啊，多亏了魏公子啊！是啊，看吧，我就说过，我一定能够种出来的。太棒了，厉害啊！
还在这儿吧？李兄，你这可也是前往金陵台的？是啊，最近金氏大摆宴席，宴请四方修士，我也是过来凑凑热闹。哎，几位仙师，这金陵台可是有何喜事啊？这夷陵果然是个小地方啊！是啊，你这都不知道吗？兰陵金氏的少奶奶，在5日前刚刚顺利诞下了一位小公子，这可是金宗主的嫡长嫡孙，金贵的很呐！这不，兰陵金氏要大摆7日宴席庆贺。你们说什么？此话当真？骗你做什么？金氏可是第一时间昭告了天下，连名字都想好了，姓金，名陵，字如兰。真是孤陋寡闻。来，喝酒。来，温宁，你没有听到，我姐姐有孩子了，我有外甥了。恭喜魏公子。哎呀，真好啊！禀金宗主，泽务军、韩光君到了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哦，真是个暖心的人呐，笑都那么好看。不乐不乐。父亲，二哥和韩光君已经到了窦岩厅，金陵就让我来抱吧。哎，你怎么能抱？你会抱吗？别把孩子摔了。来妈，哎，过来过来。抱好了啊，只能你抱啊，是，不许任何人抱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着什么急呀？不差这一会儿吧？韩光君，我没听错吧？还请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既然金陵满月里邀请所有长辈，那么魏婴也是他的长辈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魏无羡是他的长辈，即便他与4大世家为敌，你也要邀请他过来，是吗？非敌，非敌。难道是有不成？韩光君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，忘了穷奇道杀人一事？要不要我再提醒你一下呢？金公子，忘机所言也不差。魏无羡自立乱葬岗之后，确实并无劣迹，也未曾听说他有做过任何违背侠义之道的事情。泽无君，你难道也要为魏无羡那个叛徒张目吗？二哥到了，小弟来迟了。爹，子勋，怎么了？又是哪个家仆惹你生气了？我定会好好教训他。教训？只怕你教训不起。二哥，这子勋，怎么说话呢？还不快向泽务君和韩光君行个礼，道个歉呀！叔父，你知不知道他韩光君刚才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韩光君刚才居然提议要在阿里满月宴的时候把魏无羡也邀请过来。韩光君虽是好意，不过此举恐怕不妥吧？哼，依我看，在韩光君心里，此举是再好不过了吧？据我所知，韩光君之前曾出入过乱葬岗，不知道韩光君去那里干嘛去了？
拜访旧友。旧友？魏无羡杀人如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旧友？何时杀人如麻？请明示。你好了。爹，魏无羡虽然大逆不道，杀害不少我们金氏的人，不过，正如韩光君所说，这1年之内他并无作恶。他虽然已经背叛了姜氏，但是燕离还是非常挂念他。我想，不如就趁此机会，把魏无羡召回吧。子轩，你疯了吧？金公子所言有理。如若魏无羡有心改过，回归正道，那也是一桩好事。似乎也确实没有听说过夷陵老祖为恶之事，就连阴虎符也销声匿迹了。不过此事虽与4大世家有关，但毕竟也是金氏与姜氏的家事，也还是要听听金宗主的意见。这个魏无羡的确大逆不道，不过如泽无君所言，魏无羡如果有悔改之意，那对我们各大世家算去除一个隐患。我们兰陵金氏跟他之前的私人恩怨可以既往不咎。叔父，但是金宗主但说无妨。泽无君，你也知道，魏无羡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建立了乱葬岗，他的身后有着那么多的温氏人。你知道我们兰陵金氏跟温氏人可是有着深仇大恨。好，退1万步讲，我们放过了温氏人，可他手上还有着一块杀了人还可以控制傀儡的阴虎符。再有，那个鬼将军温宁也是个大麻烦。父亲，二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讲。既然大家都有心召回魏无羡，不如就修书一封，请魏公子单独上金陵台参加满月礼。等他上了金陵台，我等再好言相劝，定要劝魏公子交出阴虎符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如若魏公子同意，那么不妨就在当日宣布，魏公子重新回归云梦姜氏，岂不是喜上加喜？如若他不同意呢？韩光君何必如此悲观？魏公子并非大奸大恶之徒，只要我等好言相劝，相信魏公子定会通晓情理。更何况金夫人与魏公子姐弟情深，只怕魏公子见到阿玲，自己都会舍不得离开了。对，就算他不同意，只要他答应我们不滥杀无辜的话，即使他回到乱葬岗，也未尝不可。正是。子轩，你没事吧？哼！哎，既如此，韩光君，呈送拜帖一事就要拜托于你了。好。真的？如兰，你阿羡舅舅要来参加你的满月宴了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啊？嗯？
子勋，子勋，你怎么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今日在殿内不如你意，但是你也要理解父亲，他也是为了4大世家。好了，我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。好好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子勋，你和魏公子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